千万唔通为着个人的这个欲望，伫国外炸这鸦片入来到台湾哦。但民国82年口袋一撇开了后呢，台湾的猪肉就全面禁止外销，这对猪农来讲是正大的损失。拜三农业部就宣布讲，台湾已经正式摕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科学委员会同意的建议，上近个月呢，这台湾就会当正做到这低这非裔国家。农业部表示讲，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要甲咱台湾的猪肉销到日本去啊。我这边是台湾的本土的本地的乌猪。小解到这款乌猪，伊是淡水的第二代猪农。伊讲台湾伫咧民国86年口蹄疫别开了后，就开始禁止猪肉外销，失去国际市场，对猪农的损失真大。即马农业部宣布，台湾的猪肉有机会重新进入国际市场，互伊真期待。因为咱伫咧2年前就已经，这个猪瘟就已经会满下，所以我讲这若开始会当互咱的猪肉进口，对咱的产业、咱的猪农来讲，应该是相当大的帮助。农业部伫咧去年8月份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猪瘟非裔国的申请，目前已经正式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科学委员会同意建议。预告期60天了后，若会员国无意见，上紧今年9月份就当正式通过猪瘟非裔的国家。我们现在生鲜猪肉外销新加坡是已经可以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再锁定主要是日本市场。农业部讲9月份若正式通过，台湾就加做亚洲头一个得到猪瘟、口蹄疫、非洲猪瘟3大非裔国认定的国家。农业部嘛讲未来会和市场的业者积极合作，斗阵拓展更较侪出口机会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新闻报道。